小弟平安。手术平安。好，时间经到了吼，咱做伙来祈祷。请台湾的天父，感谢你会带领保守，也愿伫逐工的生活有助你的看顾，甲常事的稳定。这天气的变化中间，阮也感谢你过去的保守。阮今仔日会当搁一届来组织，要来查考路加福音22章，内底有济济的探讨，包括要安怎讲做一个忠心的仆人，包括伫圣礼典诶方面诶了解教导讲求主你诶圣神甲阮三个伫地，阮透过经文诶分析，会当互阮更较进一步来认捌阮所相信诶信仰，甲主耶稣你家己也诚做阮诶帮赞，有诚做阮诶救主。将今仔夜暗这个时间交托伫你诶手中，祝你诶圣神甲阮三个彼得，也互阮会通来明白你所要启示诶。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大家平安。22章吼，已经是较结束啊吼。路加福音拢总24章啦吼。
啊，咱就是等甲过年后，咱才有法度来甲伊结束啦吼。好，今仔日要甲咱有做看是对22章第1节到38节啊。我大概文字吼的部分，我互咱等下我袂安尼逐字落去读来看吼。今仔日我可能较一寡重点会放伫咱的即个特别是伫即个咱咧讲性餐的部分的了解啦吼。希望透过安尼，咱会当搁较明白吼，知影即个伫圣经内底所咧讲的圣礼典吼的部分啦吼。就是咱今仔日所要看到的第3个部分，即个经文吼。好，安尼有听着我的声无？有听到？有吼，好 ，OK，有好。咱先头起来看即个分段啦吼，咱大概今仔日会对第1节，希望会当到38节啦吼，因为我普遍整理起来吼，差不多要甲2拍张咧吼。好，第1节到第6节咧讲到犹大的代志啦吼，然后第7节到13节咧讲到搬过一个暗顿。14节到23节咧讲到最后的晚餐吼，我会用较侪时间来讲到即个部分啦吼。对第7节到23节这24节到38节咧争论什么人做大吼，咱会当看去因有即个部分即中间当然有搁一寡迄个因的文道中间也是耶稣基督所交代的代志安尼吼。好，咱知影犹大出卖耶稣，咱咧讲30两银啦吼，当这时诶钱真大圆，伊会当买地吼。甲伊买收诶人是犹太宗教诶领袖，就是咱咧讲诶祭司、法利赛人遮诶吼，来甲伊买收。犹大咱知影伊是耶稣12个学生中间一个。伊诶背景就是因为我拢咧管钱、捌钱诶人，伊伫迄个中间来过分看重即个钱财安尼吼，挡袂牢迄个诱惑，伊就出卖耶稣伊诶老师啦吼。咱相对来看诶时阵，看着迄个一个有罪诶妇人人吼。要甲耶稣来告抹吼，来告抹。那照圣经诶记载，就是路加诶记载吼，有甲咱讲着即个犹大伫边仔讲也无采钱啦，会当去真济送养人，会当帮衬真济人安尼吼。但是约翰福音甲咱讲，伊其实伊毋是对遮诶送养人有疼心，是因为伊贪钱啦吼，伊本底就是拢真贪吼，真贪。所以咱会当看是讲对22章今仔日开始到24章，就是已经开始记载着耶稣基督准备要进入伫耶路撒冷吼，也是讲伊拄要入去即中间，伊开始咧准备包括一个暗顿，了后会进入，比讲伊受审判，因为犹大甲出卖嘛吼，所以了后就受审判，搁来被害吼，埋葬搁活诶代志吼。22章甲24章啦，22章甲23章就记载伫耶稣基督受卖顶十架诶代志安尼吼。咱知耶稣受卖时阵是伫迄个克西马尼吼，所以是伫搬过一个暗顿了后，耶稣诶学生犹大就出去甲即个祭司因来见面吼。咱伫迄个经文内底看到是，当因做伙伫遐咧擘饼咧食诶时阵，耶稣讲恁中间有一个人要出卖我吼。所以即个过程诶中间有一段诶经文真短
嘛是真伫即个受难日定定去互提起咱会翻译啦翻译3字尔叫做是我嘛咱的生活对伫应该是主年过活即个时阵也有唱即条诗歌啦，是我嘛，旧年诶款啦旧年即个就是诚做一个受难诶一个真出名诶问句啦是我嘛当耶稣讲恁中间有人要出卖我诶时阵，学生拢咧问讲到底是啥物人是我嘛所以咱会当对伫高抹诶代志，即项代志，甲即个犹太出卖耶稣来做一个对比即两项代志，就是饼仔价值诶物件，一个香膏值得30两银，即个犹太去出卖耶稣得到诶钱，甲即个香膏是共等诶啦拢价值相当啦价值相当咱所看到讲，即个有侪诶妇人人，也是讲迄个玛利亚，伊宁可用即个真贵重诶香膏来膏抹耶稣。另外一个耶稣诶学生，却为着即共款诶价值来出卖耶稣。这是完全一个相反，饼仔价值诶物件，但是完全相反诶。所以真正犹太伊基本上是一个贪心，毋是真正爱有自比怜悯诶心诶人。所以约翰福音12章第6节就讲，伊讲即个话并毋是挂念遐诶送养人，因为伊是一个贼佮带着钱袋常常即个摕其中诶物件即个钱袋咱所看到即个钱袋表示伊咧管遮诶门徒族群内底，伊是负责咧管钱诶就对啦那用即马教会来讲，就讲伊是一个伫教会内底负责管钱诶人有可能是伊是财务，还是讲伊是一个挂名诶即个口罩诶登记诶人等等诶即个伊无伫迄个顶悬来做好诶即个管家安尼好，所以强权福音基本上记载是真类似啦拢记载即个，所以即段诶经文基本上是非常重要。咱若看到即个杜福音拢有记载诶时阵，就是这代志是非常重要伫即个所在，咱看到有两个节期，犹太节期，一个是度假节甲搬过节。基本上即两个节期伫因内底拢是非常重要。搬过节甲度假节是一个前后发生诶代志咱连面讲到圣餐诶时阵，会过来讲到即个部分啦咱看到这犹太教诶领袖真想办法要来杀害耶稣。因要杀害耶稣有几个原因啦咱袂当干那用一个单一的理由去甲伊讲因为安尼伊就要来杀耶稣真有可能是因为因看耶稣比因较有名，这第一个。第二个，因看轻耶稣，伊是迄个对伫目像诶家庭出身诶，伊是加利利出身诶，会出什么款诶好人伊大概即种诶态度因看轻耶稣。第三个其实是足重要诶，就是耶稣互列撒罗搁活，互伊诶名声搁较透。除了耶稣伫咧传福音讲道中间，互人真爱听以外，伊互要入去耶路撒冷进前，互列撒罗搁活，即项代志，互遮诶犹太领袖更加无法度接受。第四项是伊进入伫耶路撒冷诶圣殿诶时阵，伊去做这项代志，直接去得罪着遮诶犹太教诶领袖，就是伊去清去圣殿咱知影就是讲安尼举例啦就是讲，如果今仔日有人要来三个教会做生意咱来甲审核咱甲审核看讲你会使无你是要做啥物货，还是讲咱着爱有义卖诶活动、园游会
有一寡规定，咱才会请外口诶人，欢迎外口诶人入来。但是你也看讲，才会伫圣殿门口咧排单换钱啦，卖比人较贵啦，卖遮诶精生啊，卖比人较贵啦。咱咧讲，因伫遐无有照实在诶交易诶平等诶地位去做遮诶代志，所以照讲是讲，因卖物件拢比别人贵足济啦吼。因为是安那，因为着伫圣殿门口啊，地利之便啊，吼你无你着爱走出远啊，吼等等诶遮诶理由，因伫遐耶稣讲一句话讲。这个圣殿是要诚做万人祈祷的殿，恁今仔日小互伊变做贼收。这个贼收的意思就是讲，因无照实在伫遐来帮助人甚至做生意，无毋是为着帮助人的理由伫迄个所在，来大概是安尼观点。所以耶稣甲遮个摊位甲伊请倒了后，直接去咱讲打脸啦，直接去攻击的，就是遮个后壁稳准遮个人伫遮排单啊，遐个人当然就是管圣殿的人啦，犹太的祭司啦，甚至甲因足好的法利赛派的人啦，遮个经学士啦，因拢咱咧讲，因拢归假的因拢归假，所以这是一个利益团体啦咱从即摆话来讲所以伫这中间，因就想办法要来杀耶稣，所以因要安怎来杀耶稣？因找无理由啊，因佫足惊足惊证人，因为耶稣真受欢迎嘛所以咱就知影讲，因着爱想办法啦。当什么时阵，就是去迄个无人的中间无足济人的时，迄个时阵是什么时阵？就是耶稣去到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阵啦因伫遐来甲掠好。什么会是克西马尼？这个名讲真好听啦克西马尼其实你若知影迄个意思这个是足真无好一个所在啦就是讲你若实际上，伊是叫做伫迦南园内底一个下无的所在，那个我们说那个主教迄个咱咧讲无磨豆奶啦石臼迄种物件伫迄个物件叫做克西马尼啦，克西马尼迄个叫做压榨石啦东西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迄个意表的意思是耶稣要受着安尼来压榨，要流血到死迄个意思。所以伫迄个克西马尼的祈祷是耶稣受卖的一个地点，是有真深的信用的咱咧讲的寓意啦，预表的意思伫迄个内底所以因着利用犹太。伊知影耶稣的计划，知影耶稣念伊要去倒位，然后因就安尼来甲犹太做安尼啦所以犹太照圣经讲，撒旦已经入伊的心啦什么叫做撒旦入伊的心啦？照撒旦耶稣所咧讲是彼得伊嘛甲叫撒旦的是安讲伊讲撒旦退我后面去就是你的想法若违背上帝的意思，这就是撒旦这是圣经的解说真清楚你违背上帝的，或是那个离开上帝的旨意拢是啦主祷文内底咧讲到试探，嘛是讲这个意思你若入伫迄个试探，你对迄个歹的来行，安尼你就是甲撒旦来共一党的安尼所以耶稣甲彼得讲撒旦摕去摕我后面去，因为伊咧阻挡上帝的旨意啦所以犹太伊的心去互撒旦掠去，就是互伊看重迄个钱了后，伊就去甲遮因祭司长啦，甲遮个
圣殿的人伫遐来参详去甲伊讲消息，着摕钱安尼吼咱真侪时阵会安尼，就是讲咱无介照着上帝的意思去行的时阵，咱照着人的意思安尼的时阵，甲上帝的意思违背，咱就嘛共款，敢若含犹大咧做的共款吼。有真侪人假冒为善，也是讲借着圣经，也是讲借着听人但是伊拢是咧为着家己来争取利益吼。我捌甲咱讲过，咱台北中会伫2年前关掉一间教会，就是咧换头的人伊甲教会收入来的一寡钱额拢真无清楚吼。即马这官司搁咧行的中间就是因为因已经侵占一间教会吼这个台北中会搁咧甲因咧伫法律顶悬咧行所以咱会当看伊讲，其实无论咱是伫什么款的职务，咱拢真细致吼。犹大是耶稣的学生之一，12个使徒之一，但是伊有完做无好的代志吼，所以这对咱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提醒啦吼，一个提醒吼。所以耶稣基督的学生来出卖伊家己的老师，当然这法利赛人、经学书、祭司足欢喜啦一个安尼咱讲咱台湾话讲叫做了白啊啦吼伊嘛知影讲安尼这上好，伊就会当知影伊的消息吼要去甲倒位吼，所以因一方面惊逐个群众会无欢喜会暴动，所以因毋敢伫即个盘过节来甲伊掠，做升价伫即个吉西玛尼的中间来甲伊掠吼，所以犹大对来讲是一个足好的机会啦吼，所以咱借着安尼来看，是讲咱到底军队上帝、军队主耶稣基督到底是真正正咧军队，还是敢若嘴讲的安尼尔啦吼毋是看圣经，嘛毋是做表面的事吼，就是讲咱真正正用迄个灵修是咧甲上帝做好的结连吼，亲像咧讲拄则咧讲迄个甲耶稣高抹的这妇人人共款吼，伊真正愿意诚心实意来献上但是犹大就无共款啦吼这耶稣伫故事边，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人所讲的嘛是安尼，你爱用诚心实意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伊这个是咱需要来学习的。当然，搁另外一个是爱谨慎啦耶稣提醒伊的门徒使徒，就爱敬圣基督，当伊伫吉西玛尼园咧流汗、流凊汗摒血汗咧祈祷的时，伊的学生却伫拄句。当这学生咧拄句的时阵，魔鬼的势力就来伫耶稣的身躯边来掠耶稣所以爱真谨慎啦咱的真有可能咱的讲话、咱的行答拢会影响教会。有当时咱真无注意的时阵，咱就成做迄个袂主的人啦好，咱对第7节开始要来看，就是迄个搬过节的暗顿，甲这个圣餐的关系啦搬过节的暗顿基本上甲圣餐其实是无关系。对耶稣基督开始甲这个犹太宗教的搬过节的暗顿来转化成做最后晚餐，转化成做圣礼典就是咱即马咧接受的圣礼典。所以咱必须要对这个线索倒转去了解搬过节咧讲啥为什么耶稣将这个搬过节的暗顿转化成做咱现代伫教会内底咧接受上帝的圣餐圣礼典咱先倒转来思考迄个搬过节的暗顿到底是什么意思啦咱知影伫出埃及记所记载就是当这时有9个灾难，第10个灾难就是胎大囝的灾难胎大囝的灾难的时阵，上帝交代摩西讲，你着要叫以色列人去杀一只羊将羊仔画伫迄个门楣顶悬，
然后逐个人爱伫厝里门关起来，开始用即个烘过的羊肉来做伙食吼。而且若准人伤少，会当甲厝边夹做伙吼。过来若照着出来求其的记载，当初是做伙出埃及的以色列以外，阁有其他的族群，意思就是讲，其他的族群因嘛是甲以色列人共款，有食即个搬过节的暗顿，因才会当搬过迄个苦难吼。所以搬过节的暗顿的意思是啥？纪念上帝的保守，吼，上帝互因未至到死，吼，这是第一个，吼，这是救恩啦，吼。第二个，互因伫迄个中间会通做伙，甲厝里的人三甲八饼三甲来啉食，有迄种团契的生活伫迄个内底。所以搬过节的暗顿，基本上就是伫互以色列人伫迄个苦难的中间，伫遐来诚做一个受恩的一群人，吼，一群人。即个羊羔、羊受台火抹伫门外，互因来赢过死亡，这就是十字架的意义啦。吼，迄个羊羔是啥物人？迄个羊羔就是耶稣基督本身。吼，所以搬过节的暗顿，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转化，吼，互咱甲即个来成做咱的伫新的约定中间来成做上帝恩典救恩的保护的对象。好，偌久爱守圣餐一摆？我毋知咱知影无吼？咱教会偌久守圣餐一摆？咱的教会吼，2个月一摆啦，一年上少爱有6摆吼。这是咱的长老总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规定。但是嘛，有的教会一年守2摆尔定。什么款的情形？就是讲即间教会是报道所，也是聚会。这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就是讲，过去牧师还未来负任的进前，这2年外，咱叫做无牧师的教会。无牧师的教会一年守2摆圣餐就会使吼。这是咱的体制规定的。嘛有无共款的吼。你若天主教徒吼，大概因就咧守啦吼。过来是我去美国牧会第一个教派叫做美国福音信义会吼 （ELCA） 吼。因嘛是安尼，因大概伫礼拜中间、开会中间，拢会举行圣餐吼、圣礼典吼。无有一定的一个规定啦吼。即种的方式着看教派伊安怎去思考，还是讲教会安怎去思考吼？安怎去思考？所以咱咧讲搬过节甲度假节有啥物款的无共款呢？吼，咱搬过节是先啦吼，搬过节先就是讲因伫第10个灾难的时阵，有搬过节先发生。当因离开以色列的时阵，因为因未负互因的面发教，所以因自迄个时阵了后，就开始守这个度假节，就是有几个节期，因伫迄个所在开始来接受来接受这个节期，拢是咧纪念上帝伫迄个出埃及的过程中间的保守看顾，迄个救恩。所以天主教也好，信义宗也好，改革宗也好，对圣餐的看法嘛拢无共款，吼，嘛拢无共款啦吼。我连伊会互咱看迄个相片啦吼。我文字讲较少啦吼。咱伫迄个无共款的教派对伫圣礼典的看法，也是了解，也是讲教义是无共款的吼。天主教因认为讲，当因祝祷了后，吼，这个饼就成做耶稣基督的身躯，这个杯就成做耶稣基督的血，这叫做化直说啦，吼。这化直说就是讲，祝祷了后，这个物件就毋是饼，
暗示酒啊，还是葡萄汁，都已经是这个耶稣基督的身躯甲伊的血，所以因除了身躯以外，无人会当去动这个物件，袂当动这个物件。信义中的讲法是安尼，是讲伫足倒咧领受的这个当时，这个就代表是耶稣的身体甲耶稣的血。但是呢，这个礼仪结束了后，就无过死啊吼。解决中的意思是讲，你有祝谢无祝谢，伊就是饼啦，饼就是饼，伊是咧象征代表耶稣的身体一个象征意义安尼尔所以有三个无共款对圣餐认定的一个教义伫这内底。好，即摆问题是安尼这是真趣味的伫基督教宗教内底真趣味的一种交集甲连集就是讲咱会当甲天主教的神父对话来讲神学拢无问题，这是连集。但是你讲咱做伙来守圣餐好无？咱的长老宗会当欢迎天主教的神父做伙来领圣礼典，无问题。但是天主教不准长老会的牧者去守圣餐，因为讲恁甲阮的想法无共款，好。长老教会甲信义会会使做伙守圣餐，无问题。长老会邀请信义会，信义会邀请长老教会拢无问题。好，来，信义会甲天主教嘛会使，因为信义会我拄则讲信义会讲祝祷了后，伫迄个礼仪的当时时，饼就代表耶稣基督身体，杯就代表耶稣的血，所以这个甲天主教会通，所以因会当做伙守，但是长老教会甲天主教无法度有一个定例伫牧师你阵伫还未出国进前伫家己中会咧服侍时阵，阮捌突破啦就是讲，阮每摆迄个28迄附近，阮拢会举行和平的联祷会有天主教信义会、台湾的信义会，甲这个长老教会这三大宗派，阮会合作伙来举行迄个和平的联祷会，然后会守圣餐。我会记我拄去开始去的时阵，那阮主办拢做伙来，长老会主办就拢做伙领圣餐。天主教主办的时阵，阮就爱闪一边因去守因的圣餐啦到伫第3年的时阵，迄阵有一个因的地方主教叫做洪山川，伊即摆已经退休伊对台湾的总主教退休伊甲阮做伙，因主持圣餐，也邀请信义会，也邀请长老教会的牧者做伙去守圣餐。这项代志引起罗马教廷的趣味啦罗马教廷就来调查这个主教来了解伊，然后伊就去因的程序足复杂啦但是伊伫做地方主教未到1年半，就破例去升去做台北主教区的台湾总主教，就是因为迄件代志，因感觉讲伫天主教的教义甲因的习惯来讲，这真困难迄阵就是讲天主教的教宗真伫意伫迄个普世教会和谐的这个关系顶悬，所以伊迄个作为煞引起教廷对伊的重视就派足侪人来了解来调查来真正是调查伊有去找迄个真介意这个洪山川主教的，嘛找迄个足无介意洪山川主教，也去交叉询问去了解伊，然后甲伊判决，甲伊升价安尼啦所以
伫圣餐的中间，咱会当看见一个真济信仰的问题伫迄个内底吼。要甲耶稣基督安怎来做伙来领受圣餐，这是有学问的呢吼。咱知影，耶稣基督伊要甲伊的学生去领受这个搬过一个暗顿的时阵，伊学生讲要去倒位，要安怎？耶稣甲回答讲吼，拢已经准备好啊，所以因就进城去啊。这互咱想到亚伯兰献以撒的场景啊，上帝已经准备好啊，耶和华以勒吼。咱看见讲，伫即个中间，真正也看到上帝为着因准备，准备好势。亲像伫出埃及的这中间，因准备迄个羊羔，抹迄个羊血伫迄个门牌顶悬，互因来搬过即个苦难，即个杀害的危险吼。所以因伫迄个所在做伙来啉食，来做伙来度过迄个困难。共款，耶稣基督嘛，甲伊的学生做伙伫遐啉食，互因知将来无偌久以后几工了后。有一个人会为着因牺牲，伊的血要成做因的即个帮赞，因的救恩吼。好，咱会讲到即个圣礼典的中间，就是袂当无去思考着因咧讲的迄个无价节啦，无价饼啦吼。咱咧守圣餐的中间，咱即马拢用迄个无价饼，咱即马无价饼是拢用买现成的吼，现成。我看后壁我有图啦吼，咱看。好，我想迄个经文，我拢互吼，这就是咧讲到因咧抹门牌遮吼，这就是咧搬过节的一个真重要暗顿的意义吼，因伫遐来度过这个危险救恩临到伫因吼。好，因犹太人拢食即种无价饼吼。即摆无价饼，因嘛是拢用买呢吼，拢用买。咱嘛是拢用买，咱为着要食无价饼，所以咱就即摆有人用迄个现成的吼，现成的。即摆咱台湾咧用迄种现成的，基本上吼无标准啦吼。即种的才是标准，即种的饼，我连互咱看一下吼。即种的这较是犹太人咧食的无价饼啦吼。因用迄个麻布袋啊。去研即个饼，研互伊平平，然后去因是伫石头顶悬来逼即个饼吼，无发酵吼，无发酵好。这是因外口伫卖，有小可亲像咱迄种诶苏打饼诶造型啦吼，但是因无发酵，咱诶苏打饼是有发酵啦吼，即种这阮伫美国买会着啦，吼。就是迄个超市拢有咧卖吼，伫犹太光明节的那段时候吼，因拢有咧卖吼，拢有咧卖这吼。好，来你注意甲看吼，遮有写一个字吼，18分钟。因袂当面粉你悄悄的吼，袂当放超过伤久吼。伫18分钟以内，你着爱甲烘过啊，无因认为讲超过18分吼。伊就已经发酵，虽然伊无亲像汉堡吼，因是足严格吼。过来，因伫即个客仔的后壁吼，拢爱有迄种劣币，咱讲什么人监制有无吼？因就是爱劣币去监督伊的制作的即个过程，无超过即个时间吼伊真紧就已经烘过安尼吼，这是。因严格到即个程度啦吼，这严格到即个程度。好，我要问一项物件啦吼，犹太人到底有食发酵的饼，还是因拢因透视人因的文化因的食物拢是无加饼吼？其实毋是啦吼，那照讲因是拢食普通时啊食有加的，所以到落尾因就无食的原因是因为因当初是要逃走，要逃走，然后未赴发酵因为安尼因就开始纪念着上帝的恩典，然后就开始食无加饼，守即个度假节。
所以咱爱了解毋是因为因拢无食发酵的物件，毋是安尼所以伫即个搬过一个暗顿，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后，就转化做最后的暗餐，因为耶稣甲伊的门徒做伙伫遐守。我另外佫一个问题要问咱，就是讲是安怎耶稣无互5000个人做伙来守最后晚餐？当然无遐尼大的空间啦好，耶稣有捌派72个，还是70个出去传福音，是安怎伊无互这70个做伙守？伊到落尾拣甲剩12个，而且内底佫一个出卖伊。为什么？这是到底什么意思？这甲咱即摆咧守圣餐，咱有规定讲有成人礼，也是信用个别的人才会当来守圣餐，到底有什么款的意义伫诶？牧师会安尼讲的原因，是因为有一寡人因主张啦主张讲只要来教会人就拢会当守圣餐啦无你若讲有的人伊还袂洗咧，来到伫教会恁逐个人咧守圣餐敢若伊甲跳过，伊会感觉讲好像被排斥的感觉啦但是我的意思是讲，其实圣餐毋是为着要食饱啦圣餐若无明白迄个圣餐的意义，其实我佫互你10块食，你嘛对你来讲嘛无意义所以我不哩赞成讲圣餐爱有成人礼，信用个别的人来守，这较有意义啦伫美国原来有长老教会，美国长老教会，互囡仔还袂信用个别还袂洗礼的囡仔就来守圣餐因会分大人是用葡萄酒，囡仔用葡萄汁因安尼分当然因是伫美国足注重人的权利啦但是我感觉讲这跟人权没有关系啦伊感觉讲的人来教会拢有权利来守这个圣餐安尼啦是讲耶稣基督讲这都毋是要拒绝人伊嘛讲互囡仔来我门头前但是我认为讲这个还是爱明白迄个意义来接受较有意思啦这是伫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这体制内底我会领受啦其实伫美国阮嘛捌主持过圣餐，互这青少年来接受这青少年无拄拄伫这个信用顶悬已经个别的信用但是就是讲我伫迄个体制内底基本上因稳准阮就是爱安尼去主持迄个圣礼典啦但是对信用我家己的反省来讲，我也行过真 liberal 的美国福音信义会嘛伫美国长老教会服侍过佫倒转来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我也是认为讲耶稣的最后晚餐，他挑选剩下的12位是有意思的啦是有意思的当然咱嘛真毋茫讲逐个人拢会当来甲主同坐倒但是讲咱是毋是真正明白迄个意义真确信咱要领受这个恩典这个搬过一个暗顿不是那么简单去了解的啦所以伫这个最后的晚餐的中间，其实咱会看到讲有足侪无共款的教义，也是讲因有无共款的做法这拢有无共款的了解啦是毋是一定要食无夹饼？我会记我细汉的时阵阮的教会毋是食无夹饼呢。我会记细汉的时阵迄阵上俗的物件叫做俗棒，就是咱咧讲的吐司啦迄阵教会拢用吐司呢吐司有没有发酵？有呢我安尼是讲阮爸爸妈妈因守的圣餐无效吗？我想不是啦咱爱明白迄个无夹饼的原因，甲伊的背后的意义伫倒位，
咱才会当真清楚知迄个守圣餐的时阵用的无甲饼到底是甚物款的意思吼。这是已经很西洋化的最后晚餐啦，迄个名话啦吼。逐个人就是咧问讲是我吗？是我吗？吼，是我吗？安尼吼。你咧讲的是甚物人安尼吼？这较像耶稣时代咧守最后晚餐的情形啦吼。因无倒椅通好坐，因的当初时的人拢是安尼一个下的倒放物件，然后因拢坐伫涂骹，甚至安尼咱讲摕一边安尼咧食饭安尼啦吼。嘿，这是咱即摆现代咱咧用的无甲饼，其实咱若会当家己做无甲饼更较好啦吼，咱更较会当清楚迄个意义啦吼。嘿，这是咱即摆用买来吼。你会当看伊咧做这，其实已经不是很原始的。你若讲要原始，这又不够原始啦吼。甚至吼定定拢会过期吼，拢会臭扑鼻吼。我拄转来台湾去参加第一届台北中会的议会时阵，守圣餐，我啉着迄葡萄汁，我马上配出来，我看过期的，而且是那个是叫做易开罐的吼，2合1的吼。我有甲迄阵的同工反映，我讲恁安尼做实在是袂使吼。我有甲因反映啦吼。所以咱嘛真细致啦吼，伫这个部分吼。好，我用后壁的图，我搁后壁搁有图，我文字拢互咱看啦吼。我想咱今仔日较重要是来了解圣礼典的部分啊，是咧吼。我毋知后壁图放伫倒位。OK， 好，嘿，耶稣尾啊，就是讲去互出卖嘛吼，嘛去彼得甲伊3届无认伊嘛吼，嘿，所以咱会当看伊讲，耶稣毋是干那互一个学生来背叛尔定啦吼，伊伫迄个所在，嘛受着真冤屈啦吼。好，守圣餐的方式有几若种吼。咱即摆方式是足传统咱长老会的做法，就是长老去服侍咱的会友，吼，然后倒转来了，牧师才服侍长老吼。伫西方伫天主教通常拢是去头前来这个神父来领吼。你注意甲看吼，因的杯吼只有一个尔定，伊免领迄个杯。就是吼，啉了后，神父会用一块布仔还是纸拭过，然后后一个佫继续用吼。这无伫还未有疫情的进前，阮伫美国原来安尼受过吼。这是一种啊吼。伊即摆用这个饼，就是拄则咱看到迄种买好的迄种现成的饼。佫另外一种方法是做一大地的捧，然后用白吼神父还是讲牧师背互这个来守圣餐的人吼，这个另外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咱长老教会吼，长老教会这个长老落去分圣餐这个部分吼。你注意甲看哦，这个伫遮信的哦，伊足惊落去哦吼，足惊落去是因为天主教认为迄是耶稣的身躯，所以爱甲用真好势吼。然后你来看一个杯仔尔定，一个杯仔尔定吼，就是敢若一个杯，然后所有的人来，一人接一喙，一人接一喙安尼吼。佫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伫美国阮会用，有的人袂习惯用迄个杯仔，逐个做伙啉，所以就用迄个饼去อุ่红酒，然后放伫迄喙内底吼。有真侪方式啦吼，真侪方式。好，这是天主教真重要的一个物件，这叫做 tabernacle 吼。意思就是讲咧放耶稣圣体的所在，就是伫圣礼典了后，剩的饼放伫这顶悬，酒放伫这下骹，然后关起来，
除了神父以外，无人会当去摕。吼，这是因足严格咧遵守的物件。啊，阮有当时伫讲军策啦，吼，较歹势就是讲，如果咱是用迄种葡萄汁的来讲吼，啊，因为甜甜嘛，啊，若到遐去食，啊，敢会安怎？吼，这是一个对伫天主教咧讲，足倒了后，迄就变做耶稣的身躯甲耶稣的血，咧做一个反思啦，吼，嘿，啊，当然对咱改革宗来讲，咱是真相信迄是一个上顶尔吼。好，即种的礼仪，牧师捌主持过几若摆。我伫信义会时，这是信义会牧师。信义会牧师穿即个白色的袍，因叫做牧人袍，吼。啊，因是头前，吼，圣餐桌的头前，拢有做迄个围篱，啊，有迄个咧跪的即个垫子，啊，因就来头前安尼，啊，一个分杯，一个分饼，吼，啊。甲咱无共款是吼，因摕着了后就马上来享受，毋免阁等牧师讲咱做伙来领受无，因就是摕着了就马上个放伫厝里，啊，就领受，然后家己就祈祷，啊就离开安尼吼，啊所以一个一个一直来，一个一直来安尼吼，这无共款的方式啦吼，即种的另外一种的方式就是伊分互你吼，逐个排队伫遐吼。好，啊，这个就是我咧讲的，阮伫进前伫遐做伙咧，和平的联导会的情形啦吼。这是因地方的主教吼，啊，这是长老会的牧师，啊，这边则是信义会啦吼，啊，当然这是政治人物啦，咱就免讲啦吼，嘿，啊，伫圣诞节的时阵，共款天主教信义会甲长老教会。拢伫即个嘉义市的中山路做伙来平安踏街啦吼，啊做伙来伫遐做合一的工作安尼吼，所以咱要讲的是讲，伫守圣餐会互咱的意义，就是讲咱咧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然后咱是做伙门关起来，做伙伫迄个所在来。有一个团契的生活，真亲密的关系，可能是家己教会的人，可能嘛是甲其他的人做伙来领受，这是一个圣餐真重要的意义啦吼。所以牧师要去强调是讲，无论是甚物款的形式的守圣餐，重要是迄个意义，吼，重要是迄个意义，毋通伤过头坚持讲爱倒一种的物件才会使啊，但是迄个。掰饼佮分饼的动作，我感觉迄是非常重要吼。我佮一个讲，我没有办法接受那个一开罐的2合1啦吼。我感觉迄叫做方便行事啦吼。咱虽然伫疫情的中间，犹原会当有一寡无共款的做法吼，比如讲，咱即马教会就是长老。摕饼互人，无互人手存在用，这种是一寡变通，但是还是有那种分享的那个意义哈，分互人去做伙领受，迄种的信仰的意义真重要啦，迄真重要哈。好，我想着讲到这啦，我就这样子重点带过去安尼吼，嘿。咱毋知有甚物款问题无？还是有想要分享的无？今天讲比较多圣餐部分的哈。是不好意思，我比较晚加入，我不知道刚刚有没有。我是慧玲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比较晚加入，所以我不晓得刚刚牧师有没有讲解到，就是有关就是无酵饼这件事情。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他们也会用吐司面包，对，就是撕开来，但是它已经发酵过了嘛，是，
然后像这种寓意，也不是因为方不方便，而是说它可能就只能有这个 available 的话，那有特别要注意的吗？还是就是真的只能用无效饼？不好意思，可能你刚刚有讲解，但我没有听到这样。其实我刚有说了哈，就是说为什么会有无酵饼哈？不是因为犹太人他们都吃无酵饼，他们平常吃的面粉还是有发酵的，而且他们非常严格的认定，过了18分钟之后，面粉就自然发酵，所以他们要制作那个无酵饼，一定在18分钟之内一定要上烤箱，哈，所以在外口咧卖给犹太人咧手的这个无酵饼都有那个 rabbi 那个拉比在旁边监督，面粉开始敲了了18分钟以来一定要上烤炉，然后他就认证说这个是无酵饼，所以过了18分钟的就是有发酵的了哈，只是它发酵程度不同哈，所以他们为什么会坚持要吃无酵饼，是因为在出埃及的当下，他们吃完了那个逾越节的晚餐之后，他们就急着离开，因拄拄啊敲的面粉来不及发酵，为了纪念这个上帝在急难当中，他们逃难当中的恩典，来不及发酵，是因为上帝要拯救他们，所以因伫了后就上帝交代摩西要爱以色列人去守这个除酵节，就是要纪念当时候的一个情况，这是他们来吃无酵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由啦。那现代来讲，我们守圣餐是一定要用无酵饼吗？我不这样认为了哈，在圣经里面也没有特别强调说我们一定要用无酵饼来做圣礼点。最后晚餐，耶稣基督他所吃的饼到底是哪一种饼，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按照犹太的逾越节晚餐来讲，很可能是无酵饼。好，那所以一定是无酵饼吗？就像你说，慧玲刚刚讲的，说有一些教会他就用吐司嘛，我们小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那时候在台湾最容易取得的就是吐司啊，台湾话叫吐司叫小胖，就足俗的啦，每一个人都买得起哈。我会记得，因为我细汉的时候一条这大条吼，这五角啊偌济钱安尼尔吼，足俗的哈。所以在教会里面，我都还记得要把边边切掉，然后里面要切，然后把它分成9格这样子哈。按那个秀了哈，对啊，我觉得我们要重视的是那个意义啦，要吃什么样的饼，我觉得倒不是那么的重要，因为像上次我们在还没有离开旧礼拜堂的时候，有一次我不知道慧玲姐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吃了这个圣餐之后，有些弟兄姐妹就反映说，有些看那超不比安尼哈。我们要买，好像买了一堆，有时候又用不完哈，就会有这个情形哈。其实咱若准讲吼，以后要来用，会当像讲，咱会晓做面包，做饼的这几个姊妹，我们可以轮流或是一起来做，我们自己来做无酵饼，自己来剥来吃。其实我之前在上海啊，在聚会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怎么可能买得到我们现在那种无酵饼？我们也是用面粉嘛，真的就是不要说18分钟，根本就是直接把它变成饼，然后就直接去烤，然后它就是一个不规则的形状。那牧师在压的时候就是直接压碎，所以每个人拿到的就是大小不一样的。对。它其实也可以试试看这样。对，它就是我们就放在一个塑胶袋里面嘛，然后牧师就是注泻的时候，它就是直接压嘛，对，然后那个袋子里面那一整个饼就会压碎了，分散，大小不一，压碎了之后大小不一，那但它这样大家来取有大块有小块，但是那个意义就还蛮好的，这样对，没错。或许下次我们可以试试看哈。是啊。我们在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们在美国没有办法聚会嘛，大概1年半的时间都不能去礼拜堂。那我们守圣餐怎么办？都是透过网络，像这样子啊。那我就教大家在家里怎么样自己做，然后自己煎一煎之后，我们
约一个同样的时间一起来守圣餐，那也很有意义呀。是。好，那我另外一个问题是，像每次我们那个守圣餐完剩下的这些饼啊，或者是葡萄汁啊，是不是只有我们教会，就是我们教派比较有这个规定，说一定要长老才能够吃，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OK，我刚刚讲到了哈，天主教对圣餐的看法跟信义会跟长老宗是不一样的哈。长老宗是认为它这是个 symbolize 的一个的东西，象征着耶稣基督的救恩，透过他的身体、他的宝血啊。然后信义会认为说，祝祷之后在执行圣餐的时候，那个就是耶稣的恩典，是他的身体、他的血啊。但是天主教比较严格，像我们刚刚最后面有看到那个图片，他们有一个专门在锁上放耶稣的就是说圣礼点剩下的东西，因为他们认为祝祷之后，其实他们叫祝圣了哈。祝祷之后呢，那个饼干就已经化为耶稣的身体，那个杯呢，那个酒呢，就化为耶稣的血。所以除了神父之外，任何人，连那个所谓的他们叫做司礼哈，司礼就是专门在或是怎么样？我没记得的公法，他们就是在礼拜当中帮忙耶稣的这些助理们也都不能碰，只有神父才可以才碰哈。这是不同教派他们在圣餐上面的认定哈。那回到开始的问题啦，为什么长老会规定只有长老可以吃后面剩下的饼跟杯啊？因为长老会对礼拜的规定是，只有长老在处理礼拜的整个的事宜跟圣礼点的事宜，所以只有牧师跟长老是被按立被封立的，所以长老会在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就认为只有长老能够做这个事情，而我们在不同体制之下，我去适应了不同教派的对圣餐的看法了哈。那我们就顺服体制的规定这样子啊。其实你说一般人吃会不会怎么样？不会怎么样了，那是上帝的恩典，对。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谢谢牧师。OK。有，其实我只是想说，这一般大家会问的问题，可能你有讲解，我刚好没听到，那我再问一下。好，谢谢牧师。不会，谢谢。好哦，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那我们得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透过今天路加福音22章提到逾越节的晚餐无酵饼，然后我们能够再一次的思想圣餐的意义。主，我们谢谢你透过你的为我们的牺牲，你用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用你的生命来拯救我们。主，我们真的是满心的感谢你，也求主你帮助我们透过这样的每一次的守圣餐，能够来反省我们自己跟你的关系，也反省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教会透过这样的一次再一次的圣礼点，能够更亲密，更与主你亲密更与弟兄姊妹亲密我们也为了后天我们要守的圣礼点来线上祷告，也求主你来赐福我们，来继续来带领保守我们的教会。线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阿门，谢谢。牧师，拜拜。好，拜拜。晚安。牧师歹势，我会使问一个问题会使，你问，没问题。因为头拄我伫咧查讲，咱甲信义会有啥物无共啦？我想讲，牧师既然参与过信义会，会使小甲阮解释一下无？讲有啥物明显的无共 ？OK， 来，我跟你讲哈，信义会哈，我们称它为礼仪的教会。所谓的礼仪的教会，就是跟天主教很像的，它很重视礼仪方面。好，那为什么它会是礼仪的教会呢？
那因为马丁路德在1517年他改教的时候，他不是要创办一个新的教会，他希望在天主教已经走到一个非常僵化的非常偏颇的，比如说他最不能接受的几件事情，第一个是只能用拉丁文读圣经讲道，没几个人听有啊，这是第一个。那他最大没有办法接受的事情是，如果说比如说我今天不小心开车去 A 到别人，对不对？我就来跟神父说神父我要告解，然后神父就会开始的时候会说你主祷文爱读50摆你了10条戒爱读100摆你的罪就赦免啦到尾变质啦，你知无？你就搁爱读什么几摆搁你爱交5万块，你才会罪得到赦免，那叫做赎罪券啦。那个时候罗马教廷为了要让教会更有钱，就让各地方的主教神父去兜售赎罪券。那马丁路德就很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宗教敛财，所以他就主张，他贴了95条控告当时候天主教的一些缺失，包括圣经只有拉丁文的，不能有自己的语文，所以第一本拉丁文以外的圣经就是马丁路德翻的德文的圣经对安尼出来，但是伊不是要创立教会，但是天主教没有办法接受他，所以就把他赶出去。所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天主教叫这个马丁路德的跟随者叫做分离的弟兄马丁路德他是神父嘛，他太太是修女，他们就打破那个界限这也是他们在强调的一些事情的中间的一点。所以基本上信义会会比较像是天主教的礼仪的方式，但是他的神学又很像我们的改革宗后来也受他影响很大比如说翻译圣经一些礼仪传道人可以结婚等等的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后来受马丁路德加尔文的影响来的。跟咱张德忠有一部分会真同安尼啦，但是也不那么的像你想讲，你看牧师即摆若伫礼拜2讲道，我拢会挂一个项链，对不？基本上咱张德忠无啦，但是我在美国，我们就是这样子那我们的这个领圈不一样，我们的是小小的阮伫美国那个信义会时，阮就是拢用这种的所以那些东西，我觉得都不是很重要的一些事情比如说现在来讲，美国有一派叫做福音信义会，它就很像长老宗，它是很 liberal 的很自由的甚至他们也有同性恋的当主教的都有他们维持的是天主教的主教制。那我们在长老会已经没有了，我们就是所谓的代议政治这个是有一些雷同，有一些又不是很像的这样子你不知道解决这个问题不？感谢OK 好那我们再来连续聊2个礼拜休息，我在群组里面再通知大家这样子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好，晚安，晚安。